Topcon Pro IDTV Topcon Pro 系列嘅 IDTV 數碼高清電視，支援咗1920x1080嘅全高清畫面，有最新嘅無限錄播功能。Topcon Pro 嘅 IDTV 使用咗120Hz 嘅影像流暢技術，令到動態嘅畫面更加細緻、流暢同埋震撼。Topcon Pro 嘅 IDTV 唔單止係一部數碼電視錄播器，仲可以隨時播放數碼嘅照片同埋電影，可以駁上遊戲機變成佢嘅電視熒幕，或者駁上一部電腦變成一個 LCD 嘅顯示器。佢係一部數碼互動電視同埋模擬電視，可以收到各種收費嘅頻道。Topcon Pro 嘅 IDTV 操作簡單，只需要插上天線就會出現手台嘅畫面，再撳多幾個掣就會可以睇到高清電視啦。只要去到 Drop Down Menu 就可以選擇到所有接收到嘅頻道，撳 Source 就可以見到部機嘅特強播放能力，可以接收到各種各樣嘅 input。佢嘅播放功能更加支援咗大部分嘅多媒體檔案，可以隨時聽歌、睇片同埋睇相。播放任何影片嘅時候都會色彩豔麗、層次分明。加上互動嘅電視功能，用戶隨時都可以緊貼時事、天氣同埋財經資訊。Topcon Pro 嘅 IDTV 有強勁嘅錄影功能，只要插上外置嘅3.5寸硬碟或者 USB 手指記憶體，就可以睇一台錄一台，仲可以安排喺待機嘅時間自動錄影。只需要連上外置硬碟，就可以透過 EPG 嘅7日節目表預錄心水嘅節目。就算係突然間遇到啱心水想錄影嘅片段，只要撳一個掣， IDTV 就會自動幫你開始錄影。Topcon Pro 嘅 IDTV 系列可以支援大部分嘅遊戲機，配合咗高清嘅畫面，打起機上嚟簡直係又震撼又逼真啊！有任何疑問同埋諮詢都可以上到我哋公司嘅網頁 utopian.com.hk， 喺我哋嘅網頁可以免費下載最新嘅軟件版本，亦都可以揾到我哋公司產品嘅最新資訊。